今次好開心啦，可以同到呢一首歌《獨居的儀式感》嘅作詞人啦 Y Y 啦，同埋我嘅監製啦 Gareth 啦，一齊嚟同大家傾下偈。歸家一早少了你，隨手開一盞燈。咁呢次係我哋三位第一次嘅合作。剩我一直等。我好榮幸同雨神喺歌曲合作啦，跟住監製咧就係 Gareth， 咁我係非常之榮幸啦。我知道雨神咧，佢係想做一首生活感比較重嘅歌，唔可以太老，又唔好太後生。咁我就頭痛啦，點填咧咁樣？跟住但我哋傾嘅時候咧，雨神係送咗包茶葉俾我，咁覺得哇！你屋企究竟會有幾精緻？你嘅生活嘅儀式感究竟有幾重？於是就有呢個生活嘅儀式感呢個 concept 喺度咯。咁因為佢係慘歌嚟噶嘛，有咩慘得過？所有嘅儀式感都係因為愛人而做，但個愛人走咗咧。咁阿 Gareth 咧？咁我第一次認識佢就即係如果論 vocal 嚟講就唔需要講啲咩啦，所以喺錄音嘅期間我哋都有好多空間去試唔同嘅嘢啦。即係我哋撇除其實都唔需要理 foundation， 只係追感覺啦。咁而我覺得佢本身唱歌已經好有感覺啦。咁我哋點樣喺隻歌再揾翻個平衡啦？同埋因為本來我哋聽個 demo 嗰陣時係國語，咁變翻廣東話嗰個演繹都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我哋喺編曲上，即係好似阿 Y Y 咁講，又唔可以太老，又唔可以太後生，咁我哋就揾咗個中間位，就係比較一種好寂寞嘅一個好 man 嘅男人喺屋企度諗翻起以前嘅女朋友咁樣，就有種浪子嘅感覺。同埋希望喺 vocal 上都同佢過往有少少唔同嘅。其實當我聽到呢一個即係成個成品過後啦，尤其是睇埋個 MV 啦，係覺得真係成個 feel 係同過去嘅自己好唔似，同埋係好中意呢一種感覺咯。所以我好期待可以再一次同你哋合作下一首歌啊！唔可以撇咗我喎，令我唔可以令我感受到獨居的儀式感嘅喎。我會喺屋企坐喺張凳度等你㗎，我會買束花俾你㗎。叱咤樂壇監製大獎，呢一位監製咧本身就係一個 AI 嚟㗎啦，因為咧佢好多經驗累積翻嚟咧，收到好多嘅大數據喺度。而呢位監製咧係唔需要理任何 command 㗎，佢直接已經自動撈到歌手需要啲乜嘢，點樣做一首最好嘅歌、最適合嘅歌、最感動人嘅歌。恭喜你，陳夏威！陳夏威上網歌包括和所有錯的人談戀愛 ，MPC 的一場意外 ，Keep Walking， 想找到對的人，致命良藥，樹會流眼淚，玩偶奇遇記 ，Love is on the way， 小人國，悲觀主義，不夠浪漫的我們，下一站 New Fantasy， 仲有 Americano， 中暑傷風加失戀成二，給千億火星選中的二人，孤獨的質感，梗頸四，超級市場關門前，深層消毒，如何變回不知道 ，FOMO， 永遠的彼得潘。冠軍歌咧，白色踢死兔，心死了幾百次，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蘇富比，吉卜力，恭喜晒 Gareth！ 多謝商台，多謝所有 DJ。因為上年太緊張，所以最重要唔記得多謝係我屋企人，佢哋而家都喺屋企睇緊。咁好多謝佢哋不嬲都俾好大嘅自由度我去追我想追嘅嘢啦，做任何嘢都係好支持我嘅。仲有Yanny 啦，跟住仲有係呢個獎其實唔係我自己一個人嘅努力嘅，其實背後真係有好多人去幫手一齊去衝呢樣嘢嘅。咁好多謝你哋，因為我係真係可能係唔瞓覺嘅人，而你哋係隨時都會覆我嘅 message， 而我啲 deadline 係好 crazy， 你哋都會幫到我。係咯，你哋係救咗我好多嘅。咁我要特別想多謝所有合作過嘅唱片公司啦、A&R 啦、歌手啦，我想多謝 Aaron 啦、Wilson 啦、Robin 啦、Vicky 啦、Awa、Alvin，仲有 Dear Jane，
And then Tweety， 仲有我唯一一個 writer 係我嘅 publishing AP Gallery 同埋 Charlie。Thank you。冇你哋我真係唔會可以喺呢一度。So thank you so much。新年快樂！恭喜晒！恭喜晒！ Thank you。叱咤樂壇編曲人大獎。哇，好好聽，聽到我毛管動起晒雞皮。嗱，如果你咧輸入呢啲 keywords 俾 AI 咧，佢就會出咗毛孔擴張啊、恐懼啊，甚至係有啲驚慄嘅一啲編曲俾你。但係以下呢位編曲人咧，佢所做嘅編曲啊，佢加埋嘅 strings 咧，係令到你流淚，我又流淚嘅。恭喜你，黃兆銘！上港波光包括流着淚寫句號，永遠的彼得潘計劃書，樹會流眼淚，和所有錯的人談戀愛，不如出走，超級市場關門前，給千億火星選中的二人，不愛無壞，想找到對的人，其實痛是你的想像不夠浪漫的我們，下一站小人國 I 人情歌 MPC 的一場意外，我又戀愛了，以及悲觀主義。仲未數完，黃兆銘仲有以下嘅冠軍歌：白色踢死圖、吉卜力、蘇富比、純銀子彈、你流淚所以我流淚、心死了幾百次，以及你都有今日。恭喜你！恭喜晒！多謝903，多謝77，多謝咁多位一路播我歌嘅 DJ， 都唔係第一次上嚟，唔知點解我有咁嘅運氣可以上呢個台。之前上嘅時候都背得好犀利，即係要多謝啲咩人，所以今次容許我好簡單一句多謝所有今年或者以往合作過嘅所有音樂人，所有mixing 啊、彈樂器啊、歌手、監製、編曲、作曲、填詞，係咁就在心中各位。反而有一個板塊我係覺得一路都好少接觸，就係好多 IG 朋友 DM 我係一啲樂迷其實你哋係會話翻俾我聽啲歌對你哋有咩作用。你失戀會聽我以前嘅到此為止，你可能唔開心你會聽林奕匡嘅高山低谷，你好有自信嗰陣時可能會聽世一啦。你感恩嘅時候可能聽好得太過分，咁全部我都係收到晒你哋。我逐一回唔到，但係係咯，原來我係冇乜探索呢個板塊，多謝你哋。咁就我唔係一個好識 market 自己嘅幕後人，我就係一路識得自己喺度喺間房度工作。咁但係過咗今晚你唔記得我唔緊要，你記得我嘅歌。如果我嘅歌可以幫到你，請你隨便攞去用。2026年希望我可以俾更加多嘅貨你哋袋住，咁就多謝上一年，多謝上一年所有嘅單位，新年快樂，恭喜你！晒！給你一個新的家，還揀最精美的婚紗，亦會在你收工的每晚送束花，裝了精緻的長紗，還加叫穩固的窗花，做得到爭了你在哪？誰上梳化，長望向天花，思考偏差，誰人送你歸家？為何迷上那位？